李明哲，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换人就换人，别忘了我们何家也是大股东，对这个电影项目我们也有决定权。何总，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吧？误会？静雯的合约还没有解除呢，你就让那个汪寒月到片场去拍戏了，你这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并没有针对何静雯的意思，汪寒月去只是试戏而已嘛。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如果其中万一要有什么事情，那万一有什么万一啊 We think that He Jingwen, after this series of scandals, not only does her personal life, but her public life does not conform to our product and it does not fit the character. So we strongly suggest that we change actors. It's in all of our best interests. 我坚决不同意。那些所谓的丑闻，是有人故意的栽赃和陷害，根本就不存在。你们美国人不是最讲证据吗？在这件事情没有正式定案之前，你没有权利提出换人的要求。何总，你这话就不对了。女娲补天的电影，威尔斯尼的投资占30%，我们必须考虑到投资方的利益。是啊，近期我们在网络上做了一个调查，超过82%的观众反对何静雯出演女一号，其中有60%的人直接抵制何静雯出演的一切电影。诸位，情况不妙啊！社会舆论我无法控制，网络调查也不一定准确。此时此刻，大家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在你们的手中都掌握这个小演员的生杀大权。身为当事人的父亲，我希望在我女儿这件事情没有定案之前，千万不要做出任何草率的决定。老何，我们也不希望静雯出这种事情，但是话得说回来，这是你们操心出的纰漏，明哲所做的也只是补救而已啊。这个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嘛，你不必这样抗拒。是啊，是啊，汪寒月也是你家的艺人嘛，你就让静雯先休息，避避风头也好嘛，啊？对呀，反正他也不吃亏嘛。可汪寒月怎么能和何静雯比呢？无论是从演技还是票房，都不能同日而语。再说了，静雯这么多年对超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这么做不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吗？如果不换人，我们得撤资。盛世娱乐和威尔斯影业总共投资加一起有75%。我们盛世娱乐赞成威尔斯影业刚刚的意见，换掉何静雯，由汪寒月出演女一号。李明哲，真没有想到，你拉上威尔斯集团一块儿来压我。好啊，咱们走着瞧。你们看，5%的股份根本满足不了李明哲的胃口。今天在董事会上，他居然搬出美国的威尔斯集团，拿静雯的照片来说事儿，这分明就是跟我们何家彻底的决裂。对不起啊，爸，都怪我，是我之前太不懂事儿了。老爸也对不起你，没能保住你的女一号。爸，女一号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超星，那可是您一辈子的心血啊。看来超星也只能背水一战了。12场1进2次。来，停，走过了。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导演，对不起。再来一次啊，没事。12场1进3次，开始。那个，停，汪老师啊，你找人的那个感觉再帮我明确一点啊！现在脸上的表情有点太平了，好吧？好啊，辛苦了，咱们再来一条。
这汪涵月的演技啊，还不如何静文呢。女一号给他，还不如给我呢。也不知道那些公司的高管呀是怎么想的。这是这个季度公司的财务收支报表，您过公布。怎么亏损这么多？您是知道的，之前为了消除静雯的负面影响，公司光是搞危机公关，赔偿广告商的违约金就已经支付了一大笔钱了。而且这次静雯的风波还波及到其他艺人的签约项目，很多项目签约不下来，这就导致了公司业绩的下滑。这一进一出，相差甚巨啊！我们公司的账目上能动用的流动资金还有多少？可以说是捉襟见肘，非常有限。这还不是眼下我们公司面临的最大危机。哎呀，我担心公司马上会面临更大的危机，有可能会动摇整个公司的根基啊。还有什么？马上该面临其他艺人的续约工作了。续约？那按照正常的程序办理不就完了吗？老何，现在不是往日了。静雯是超星的当家花旦，又是你的女儿，公司现在连她都保护不了，其他艺人都看在眼里呢。如果静雯这件风波平息不了的话，那其他的艺人肯定会改签别家，到时候咱们公司的发展肯定会大受影响。不掀超星经济，那他们能去哪儿呢？韩国经纪公司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本来是不想说的，这件事情应该避嫌，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韩国经纪公司现在的发展可以说十分迅猛，他们签了很多知名的艺人，大有与咱们分庭抗礼之势啊。我陈亚萌要宣布2件事：第一，我在这个圈子里也没什么发展，我要下海从商了。什么？什么？亚萌，我支持你。开文科，你怎么也这么说呀？这样，这件事他之前跟我说过，而且我同意了。可是我好不容易把亚萌签过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其实从经济角度来讲，亚萌离开公司一定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不光是你们的老板，还是你们的好朋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尊重他的选择。亚萌，你想好没有？你跟公司决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想好了，这真的是我自己的决定。合着你们都不跟我商量，直接通知我结果呀？这件事我答应过他，让他自己来宣布。亚萌，你说你怎么想的呀？你之前那么努力，从当练习生开始吃多少苦呀？这终于柳暗花明了。难道你之前所有的一切全白费了是吗？可能我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平凡的女孩吧。我没有何静雯的背景，也没有你的灵气和拼劲儿，更没有汪涵月的心机和高曼林的狠毒。可能我真的不适合在这个圈子里面吧。所以现在能全身而退，可能是我最好的结果了。也许你是对的，这样更适合你。哎，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在这个圈子，要么狠，要么忍。不过呢，这2个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前者伤人，后者自伤。所以等将来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我会告诉你我的选择是什么。陈亚萌，你什么时候给我个名分啊？在我勉为其难收了你之前，我还要宣布第2件事情，就是我要去一趟布拉格。顺便我想看一下我父母，还有我想旅个游散散心。要去旅游？我要去，一定要去。我们要去啊？什么？你前半句说什么？收了我？我是妖孽啊！我。你何止是妖孽啊！你是太魔性了。我就黏着你了，怎么地吧？哎，太恶心了，你简直是！离不开你。行了行了，大喇叭，别过了啊！哦，来干杯，来。干杯！哇，好香啊！
好好吃啊！好吃吗？爱心面，亚萌，我给你撕个面膜。敷了这个以后就美美的。慢点，慢点啊！好吃。魔法世家面膜。慢点啊！等会儿，凉凉的。亚萌，到那边记得多跟我联系啊。放心吧，我到了那边啊，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你，肯定不会让你找不到我的。那你们就先送到这儿吧。哥，那我就先走了。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哥的朋友千千万，你走了，一大帮朋友陪着我呢，别忘了。走吧。抱一个。这。那我们可走了。过去之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亚萌啊。要结婚的人了，像个男人一样硬气一点，别老哭哭啼啼的。别回去。说小心亚萌海月，我看到他俩打电话说起小鹏的事。哇，老袁，我跟你说，你今天真应该来，好大的一场大戏。他跟雷向远有秘密。又有这么一大批艺人要续约，现在公司情况又这么紧张，你说该怎么办？何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既能为公司省下一笔钱，又能赚回来不少。有这种好事，说说看。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走了，哥。拜拜，拜拜。走了。哎呀，亚萌也走了，我最好的朋友都走了。你不是还有我呢吗？我也是你的好朋友。是吗？不是吗？哦，对了，回去跟你们说点事儿。亚萌走之前跟我说，雷向远和汪寒月的关系不简单，让我小心点。前几天我在车库也看到刘友俊和雷向远，我觉得他俩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关系。说到这儿，星子，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在婚礼上我们明明见过雷姨，但雷向远偏偏说雷姨不是他做。是，后来我们去女渔村准备找雷姨，不是也没找到吗？等一下。你看，雷向远、汪寒月、廖俊、雷姨，他们4个人的关系。哎，等等，还有一个人。雷姨出现后不久，我爸找过雷向远谈过话，他们肯定也有秘密。但从这些线索上来看，你们觉得谁的收益最大？汪寒月，廖俊是我哥的人，雷向远又在你家公司任职，同时雷向远和汪寒月的关系又紧，所以这些坏事的幕后黑手很有可能也是雷向远。没错，目前来说他的嫌疑最大。啊，怎么办啊？现在？我来查雷向远，我盯廖俊。那我呢？当然是汪寒月啊。你能不能跟李明哲说说，把女一号还给我？现在这形势，你想都别想。爸，我想拍戏。你为什么现在非要拍戏呢？刘小姐，您看一下，因为近期发生了一些事情，银行进行了重新评估，对绯闻对你的收入和声誉产生了影响。银行认为
您的还款能力发生了变化，所以银行决定降低您的授信额度，并缩短还款时间。最晚什么时候还30天内，本金和利息全部还上，不然的话，不然就起诉我，对吗？这银行的规定，我们也是照章办事，还请何小姐理解。好，我知道了。行，那我就先告辞了。慢走，不送。何小姐你好，您上次捐的那个钱款已经用完了，现在等着剩下的钱款开工呢，还有之前您答应捐助的一些孩子也等着用钱呢，您看？好，明白。就算你想拍戏，可没有超能集团的支持，你怎么站得起来呢？就听我的安排吧，你去静养一段时间。我静养什么呀？我又不是病人。孩子，你怎么就不能理解老爸的苦心呢？你现在出去拍戏，不等于让人指着脊梁骨骂吗？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停止你一切演艺活动。不能停止呀，爸！停止下去我就过气儿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有老爸在，你还怕什么呢？好，看你这话的意思，就是不想给我机会了是吧？那我就自己找机会。我告诉你，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他们把雷向元的资料放在哪儿去了？干什么呢？臭小子，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哦，我在看咱们超星公司财务报表呢。哎呦，看完以后，爸，我觉得您简直是太辛苦了。来，您坐。太不容易了，爸爸。有句话听说过吗？什么？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嗨，有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吗？哎，爸，咱们这次是不是损失特别严重啊？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啊，哎，爸，我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也老大不小了，也不能老这样不着调，对不对？作为咱们何家唯一的男丁，是时候扛起责任。哟，扛责任？你是不是看李君泰事业有成，受刺激了？啊，对呀，你看我如果说没出息的话，您脸上也没光啊，对不对？啊，要不这样，你让我再进公司实习吧。去公司？那你可想好了？您让雷叔带我实习啊。好啊，你想好了，我没意见。太好了，谢谢爸，谢谢爸。好啊，如果我儿子事业有成了，我这个当老爸的也可以早点退休了。姐，有一个电影想和你合作，你要不先看剧本？合同签了吗？
导演组说要先试戏。试戏？我没听错吧？我是想复出，但是也没有沦落到试戏这种地步吧？我10年前就不试戏了，你不是不知道的。这今时不同往日，你就当是体验生活，咱们也去看看试戏是什么样的。而且这剧本我看了，故事挺不错的。哎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我只能接到这个了。那我去给你安排啊。你今天准备怎么？这何静文，这不是何静文吗？就是啊，他在歪正地方，就是啊，大明姐这边。真是何静文！快看快看，何静文怎么来了？是还来试戏？他以前从来都不试戏的。对啊，上次的丑闻对他影响蛮大的。哎，姐，那边有个位置，去那边吧。哦，坐这儿吧。怎么回事啊？这么多人呢？姐，别生气啊，我也不知道，你保持好状态，保持好状态。哎，别删了，坐下来对剧本。凭啥？你帮我对这个女2号的词儿。你是谁？你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读呀，照着读也不会了吗？啊，小卢，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我真的记不住了，你到底是谁呀？你难道真的不记得我了吗76号何静文。哎，这儿。我没看错吧？是何静文没错啊。姐，先看看剧本吧。哎，我拿瓶水给我姐热好。姐，喝点水吧。他愿意演这个角色呀？看来传闻是真的，想不到他也有今天。何静文老师。哎，这儿。准备好了吗？好，咱们开始。5、4、3、2 ，Action！ 你是谁？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不要抢女1号的词啊！咱们再来一遍，预备，5、4、3、2 ，Action！ 你是谁？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不是导演，我想问一下，这部戏的女主角是谁演啊？别的少打听，别耽误时间，快点！准备好了吗？咱们再来一遍啊！5、4、3、2 ，Action！ 你是谁？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我是小茹啊，我们是最好的朋友，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我真的不记得你了。你怎么会不记得？你、我，还有他，我们3个曾经那么好。导演，我可不是故意迟到的，谁知道这外边怎么那么堵啊？没事没事，您没有迟到，我们这也刚刚开始。您看，这位是何静文，哼，真是巧啊，就他了，我就是要让他演我的配角。你愿意，
我还不愿意呢，就这破剧本，还想让我来演？凭什么？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何静文吗？我一直是何静文。落水的麻雀还把自己当凤凰了。姐，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吧，你千万别生气，气坏身子不好。水给我了。姐，电梯来了。姐，要不我们换一个电梯吧？姐，咖啡。我不喝。不好意思啊。对呀。啊，是。韩月，那什么，我屋空调坏了，你看我热的，你看我这个汗出的，我在你这屋吹会儿空调行吗？进来吧，关门。包，牌子未知，但长得这么高冷的样子，价格应该不菲。哇，剧本这么干净，肯定没人真看。热，吹空调，吹空调，吹空调。他早上吃了1份三明治，喝了1罐酸奶，敷了3片面膜，挺悠闲。哎，我早上什么没敷？哦，韩星子，你到底来干嘛的呀？你改行翻垃圾桶了？星子，导演在推了。我要去拍戏，拜拜，拜拜，谢谢。鬼鬼祟祟，没安什么好心。何总您好，我是雷总的秘书，雷总现在在开会，稍坐一下。不用，
我就在这儿等他。好的。哦，哎呀，早知道咱们公司里有这么多的美女，那还去什么夜店呀？是不是？我们公司来了一个这么帅气的主管，姑娘们一定会更卖力的工作的。哦，是吗？我帅吗？特别帅。你看，有眼光。雷叔，哎不，在公司里应该叫您雷总。新职员黄华浩向您报道。华浩是这公司的副总呢，不用这么客气。走，雷叔带你参观参观。好，这边。这是我们的财务部，还有会计室。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小型的一个休息区，还有这是我们的资源部。雷总好。这是我们的经济部。看，哎，雷总好。哎，我带你参观参观我们办公室。哎呀，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可以吧？可以啊，这儿的景色最棒了。雷总，阅人杂志邀汪涵月的封面照片有几张是备选的，没有您的允许，我不敢发给他们。哎，对了，这是我们艺人部的主管小萧静莎，这个是我们新来的何总，你们认识认识？小莎莎，能和这样的美女共事，我的工作一定没问题。那今天这个照片就由你来选吧。我？哎，不行，雷总，我是刚来的，这业务流程都不太熟悉，还是您选吧。那好，今天我来选，以后啊这种事情就由何总拍板了。何总，我们加个微信吧。啊，可以啊，微信嘛，我是被动型的，你扫我呀。好啊，以后工作上还请何总多多关照。没问题，谢谢。不客气。6、7、8、9，耶！我们突破100万！祝贺我们的首款手机 VR 软件击中的脸，刚上线的第一天，注册等用户已经突破了100万，恭喜我们！来，Cheers！ 来 ，Cheers！ 恭喜恭喜！琥珀，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信他开心，我就开心。琥珀，你这么会说话，你知道谁是大 boss 啊？我知道你是谁，拒绝跟你说话。多久没跟我玩啦？怎么了？停电了吧？是不是主机过载，跳闸了？啊！反正我确定这不是停电。抬头望，路中央，人匆忙，雨下我的心好慌。不知道心怎样去隐藏。星子，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同时我也希望你能给我这次机会。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好吗？对爱的定义，也许我只是想说一句话给你听。你给我听好，你是多么重要。说完了。就算爱情偷偷的去了一大跤。我又不是何华浩，我不会他那些花里胡哨的。
再说了，心意又不是靠嘴，要靠行动的。你愿意答应我吗？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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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他。七个，去隐藏，察觉很烫。也许我并不了解你对爱的定义，也许我只是想说一句话给你听。要是没有之前拼凑谢小鹏肖像的启发，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记忆中的俩。所以啊，你不觉得吗？就是每次磨难之后，我们总会收获一些东西。星星再好看，也不如极光漂亮。那等我们度蜜月的时候，就去挪威看极光。拉钩。幼稚不幼稚啊？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妈，宝贝，起床啦！来，吃早饭。妈，今天就吃这些呀？是啊，都是你爱吃的。来，走，赶快吃，要迟到了。来，赶快吃啊！那你说，我是先吃这个好呢，还是先吃这个好呢？还是先吃这个？哎呀，还用问吗？3样一块儿吃。妈，我喂你喝吧。哎呀，不用，妈待会儿自己喝啊，你先喝啊，你赶快。宝贝啊，你怎么变成左撇子了？换右手夹东西比较方便。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来，我看看。我没病。没病就赶快吃饭呐。你在看什么呀？哎呦，好漂亮的戒指哦！哎，宝贝啊，你最近又代言哪个珠宝品牌啊？可不可以跟那个厂商商量一下，送一个给妈戴啊？这不是代言的，这是李俊泰给我的求婚戒指。妈，怎么了？女大不中留，你如果真的喜欢他呢，我拦也拦不住，对吧？我只是突然想到，这将来有一天，
你如果真的结婚了，你看看，这么大的房子，就我一个人呢。这么想着想着，我就很难过。妈，你别这么说。那要不，我不嫁了。瞎说，这该嫁就必须嫁，这哪有一个大姑娘家陪妈妈一辈子的呀？不过你想想看啊，这个李俊泰呢，他爷爷已经过世了，那他爸妈又不在了，在他们家呢有2个男丁，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说服那个李俊泰入赘到咱们家？妈，怎么了？女大不中留，你如果真的喜欢他呢，我拦也拦不住，对吧？我只是突然想到，这将来有一天，你如果真的结婚了，你看看，这么大的房子，就我一个人呢。这么想着想着，我就很难过。妈，你别这么说。那要不，我不嫁了。瞎说，这该嫁就必须嫁，这哪有一个大姑娘家陪妈妈一辈子的呀？不过你想想看啊，这个李俊泰呢，他爷爷已经过世了，那他爸妈又不在了，在他们家呢有2个男丁，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说服那个李俊泰入赘到咱们家？你想什么呢？什么年代了？逗你的嘛！唉，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母啊，哪有不喜欢女儿幸福快乐的呢？唉，算了，不想那么多了。反正啊，我都想开了，这早晚有一天呢，都会到来的。只要我的女儿呢，幸福又快乐，这样呢，妈就知足了。妈，帮100个想好了，以后不管我去哪儿，我绝对不会撇下你的。你说的啊，有你这句话，妈就知足了。走，吃饭，开工去。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当做您同意了呢？如果我不同意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拿下来呀？你呀，妈，我觉得我得找何华好好说清楚，别让他惦记我了。哦，说得对，你呀还是要跟他说清楚。最近咱们公司发展的比较好，所以我们打算为在座的每一位量身定制自己未来的发展方案，在你们手里，快看看吧。何总，咱晚上一起吃饭去吧。没心情。我都约你好几次了呢。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华浩，你在哪儿？我去找你。那包括模特、综艺，还有……不知道现在很忙吗？有事先和我的秘书约时间。谢谢李总。好的，何大老板。请进。现在来了，坐。哎呀，
一个人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我现在简直是日理万机的节奏。厉害死！行了，说吧，有什么事找我呀？当当！什么当当当当？告诉你别开玩笑，别卖萌啊！我在公司的定位是不拘言笑的，严肃点。什么事儿？你看不出来吗？看什么？什么意思啊？我跟李金泰订婚了。文件签好了吗？哦，来给。10分钟后记得开会哦。啊，知道了。真的假的？真的呀。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事儿啊？高兴的事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又没什么信得过的朋友，你算一个吧。做你朋友真好。还有，我告诉你，就是想让你以后啊，别再惦记我了。开什么玩笑？哎，那主管你看到了吗？大美女是不是？我告诉你，像这样的货色追我的多了去了，我的市场可好了，不圈我是你的损失，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觉得我会摘下这么好看的戒指吗？这戒指有我向你求婚那戒指好看吗？我先走了，回头再聊。你快惦记他们去吧。订婚？这我没结，我还有机会。嗨，邓总。何小姐，你来了，快坐。突然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啊，你先看一下这个。方行长是我多年的朋友了，这是你套现的凭证和催款单。你从银行套下了1000万，你胆子可挺大的啊！我仔细想了一下，你让我交给李俊泰的投资款，就是用的这笔钱。
对吧？你拿这个东西给我看是什么意思啊？催款单显示呢，你到现在可一笔钱都还没还呢。离银行起诉你的日子恐怕也没多久了吧？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还这笔钱。你看啊，只要你……哎呀，你干什么啊？别碰我！何静文，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还以为你大明星呢？要不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他妈哪来那么多闲工夫陪你轰李俊泰玩啊？你现在都这德行了，你他妈还装什么装啊你？你混蛋！别做梦了！我告诉你，我何新文就算不是大明星，也不是你这种人能妄想的，也不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欢迎下次光临。你好。哎，你好。你好，一共10块。好，请稍等。不好意思啊，您这张卡好像已经透支超限了。哦，那换一张吧。啊，好的。这张。请稍等。不好意思啊，这张也没钱。再试试。这张也没钱。到底有没有钱啊？再试一下。要不您就付现金吧，反正也没几个钱。我没带钱啊。没钱买什么卡片？净耽误时间。你能不能不要动手动脚的？有没有点素质呀？你说谁呢？你说谁没素质呢？你以为你戴墨镜你就是明星啊？真是的！你以为您穿成这样，您就是黄妈呀？我不比黄妈美吗？你哪里比黄妈美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姐不比黄妈美，真是的，姐不比黄妈美吗？姐不比黄妈美吗？你都快成奶奶了，少在这儿装嫩！你会说话吗？你怎么说话你？我怎么不会说话了？怎么说话的你？真是人倒霉，喝口水都塞牙，不给你一般见。别站，气死我了！Yes。这不是李明哲办公室吗？雷小媛连他亲外甥都监视。田香，什么事儿？哦，好，我马上就过去啊。好不好？已经喝多了，姐你别喝，我求你了，别管我，求你了，你别喝了。姐，你干嘛呢？啊，不就受了点挫折吗？你至于吗？黄浩哥，姐心里也不舒服。她今天因为一瓶咖啡被人给讽刺了。你说她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
你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就行。照顾好他。给我！饿了，不就为了资助李俊泰，欠了银行1000万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走开！我不管你，我不管你就在这儿喝酒买醉，是吧？华豪，你知道吗？我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就于珊珊那样的货色都可以来欺负我。没戏演又怎么样？等你东山再起的时候，剧本甩他们脸上。东山再起，有那么容易吗？你现在去大街上看看，到处都是韩星子。现在已经是他的时代了。姐，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是韩星子现在是红，那他以前受了多大的苦，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我呢？我受的苦不比他多。你们就是要心疼他，谁心疼过我？我闹，都是我在闹，我盛气凌人，我无理取闹，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是不是？韩星子做什么都对，谁让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没错，事实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事实是什么样子？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狗屁事实，我在乎的只有李俊泰。我只爱他，我只在乎他，你知道吗？只要他爱我、喜欢我，我什么都无所谓，我丢掉一切都无所谓的。哦，可是为什么他就是不喜欢我，就是那么讨厌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他从来都没有感动过，为什么？我到底哪里不好？你告诉我，我改，我改成他喜欢的样子啊！你现在最应该改的就是喜欢李俊泰这件事儿。你为他哭了多少回，闯了多少祸，做了多少事儿啊！是，我这是犯戒行了吧？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就想一个人静静，一个人静静。并没让我为难，是我优柔寡断，街景太美都没人认真真陪你看完，争吵了一路，磕磕绊绊才算完。或许你厌倦这种纠缠，没陪你经过患难，分开为时不晚。我从来就不是你一心想要的吧，何不心放宽，吹吹风，走走沙滩，把残缺填满，不算太难。又该往哪里吧？整理好了床单，相遇是偶然，分开才理所当然。窗外阳光灿烂，这桥段不算遗憾，你总要让我看透这聚散不甘。你并没让我患难，分开为时不晚。我从来就不是你一心想要的吧，何不心放宽，吹吹风，走走沙滩，残缺填满。何苦呢？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到底怎么了？跟爸说一声，不就全都解决了吗？爸年龄大了，我不想他再替我操心了。你不说，他就不操心了？苏小暖暖，你是知道的，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替我做主，就连我的婚姻都是他替我做主。你知道那种滋味吗？你是不会理解的，你根本不会理解。所以这次不一样，我要靠我自己，我要自己做决定，我要靠我的力量，不想靠任何人。姐，那我也可以。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我就要靠我自己的力量解决。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一个人解决。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贺小姐，当初您当众承诺捐款的2000万，您已经给了1000万，现在马上要付另外1000万，要不那边就停工了。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没钱给。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听说博友公益上海部分活动中心已经盖了一半，这万一到时候钱打不上，后果不堪设想。你放心好了，1个月之内我会如期还上的。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不想让第3个人知道，你懂吗？好吧，我听您的就是。那我先走了。走吧，送你进去。不想上。乖，等一会儿你下班了，来接你好不好？那你陪我开会吧。我倒希望陪你开会，但是你们公司人也不乐意啊。那你在大厅等我。星子啊，我也要去上班，你就这么舍不得我？都说1日不见如隔3秋，我一直拍戏，咱俩几个秋没见。我算一算，1、2、3。这么一说，我们有3年没见了。你看我都老了。哪有啊？你看，这小脸光滑细嫩的。来，给爷笑一个。行了吧？你看看我这皱纹，看到了吗？老。赶紧。好了好了，拜拜。下班我等你啊。
小心一点。喂，啊，邓总，哎，您说，啊，我在听呢，您说。韩小姐好。手机，哎呀，充电号码。邓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们2个人签的合同吗？怎么投资人变成了何静文啊？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呀？李俊泰，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你工作室的事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以后不要在这找我了啊！邓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喂，大概说的什么？星子，那个工作室何静文给你出资的？没有，你听错了，我明明听到何静文的名字。真的没有。我这个是融资创办工作室，邓总他是我的天使投资人，怎么可能跟何静文有关系？是吗？看你不信，要不你看我的聊天记录，明明就是邓总给我打的电话。当然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邓总他喜欢何静文，他刚才跟我说的意思是想看看能不能把何静文给拉进来，我给拒绝了。你自己看。不用了。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开会呢吗？啊，我手机落你车里呢。是吗？拜拜。喂，何静文，你在哪里？金泰，静文，你怎么身上这么大酒气？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我也不想喝这么多，可是我害怕，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这样，你先进去，万一有记者拍到又不好说了。酒，小心一点。酒呢？不在，他也没来接我呀。有可能他还有别的事情吧。反正我今天没见到他。我的酒呢？你给我酒。好热，好热。喂，星子，哎，君泰，你在哪儿呢？我在外面那个谈事儿呢。啊，哎，星子，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哎，来，哎，对了，瑞贝卡，我想问一下，你说婚礼场景可以用 VR 技术吗 ？As soon as possible, of course 可以啊。不走！哎，不走！不走！热，要不要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看看。喂，其实我们这个做这个 VR 现在最难做的。你找我什么事？好，我半个小时到。
复杂哈。其实他们已经在做这个，我觉得你晚点说啊，我还有急事。哎，我还没说完呢。救我！救我！救我！李欣欣，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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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泰哥，我刚才好害怕，我以为我要死了。没事没事没事。3、2。你刚才被催眠了，你看到的情境就是你的心结。静雯，我有事情要问你。哦，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呢。我出去透透气，你们先聊。工作室的钱是你出的，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我告诉你，你会接受吗？你不用觉得愧疚，你就当我做了一笔投资。你看，这不前景还挺好的嘛。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我也不想把事情搞复杂。可是当初我看着你哥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真的很心疼。我真的不明白了，这么多年你为什么非要抓着我不放？你为什么不去爱别人呢？你真的不知道原因吗？小时候我落水，要不是你，我早就……落水？对呀，你都不记得了。小的时候，我们坐着小船，偷偷的去钓鱼，我不小心落水了，是你救的我。从那以后，我就把你当成了我心中的王子。我知道你会永远保护我的。静雯，对不起，我错了。错了？你是后悔救了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很后悔，我为什么不能对你多一点耐心，不能仔细问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听不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当年落水救你的人不是我，是我哥。不可能！我从小到大都不会游泳，我怎么可能跳下去救你？会的，你在骗我，对不对？静雯，你仔细好好想一想，从小到大你哪一次见我游过泳啊？你忘了？你还下水救过海星子呢。那只是一个意外。静雯，你真的爱错人了，你要爱的是我哥，不是我。可能不会的，你一定是在骗我，对不对？一定是在骗我，你想摆脱我，所以才会编这样的谎言。你这又是何必啊，静雯？我不会记错的，这是你救的我。对了，静雯，你是工作室老板的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星子知道。我不想听这些，我不想听这些。你告诉我你在骗我，对不对？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离不开你，我真的离不开你。你冷静一点，静雯，不要，你先放开我，你先放开我，静雯。你们干嘛呢？哎，星子，你听我跟你解释。你别跟我解释了，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何静雯，我很感谢你帮了君泰一把，可是我们已经订婚了。是，我正要告诉你。不可能，不可能，我是不可能输的，我是绝对不可能输的。感情本来就没有输赢，谁都不是能赢来的战力。我们是两情相悦的。
妻子，刚刚的事情真的只是误会。你说要谈的事儿，就是这件事是吗？你早上还信誓旦旦说和他没关系的。是，早上邓总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是一头雾水。我没有想骗你，我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之后再告诉你。你以为我在乎的是他给你钱是吗？那李俊泰，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信任。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信任，这个还是再考虑一下吧。妻子，慢一点，回去吧，我到家了。明哲，到今天为止，丁彤已经去世1年了。我相信，就算他在天有灵，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我想，有些事我们该放下了。真是放不下。当年落水救你的人不是我，是我哥。不可能！我从小到大都不会游泳，我怎么可能跳下去救你？静雯，你真的爱错人了。你要爱的是我哥，不是我。为什么？怎么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站住！过来！喝。你知道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的片酬，我的代言，我统统一切都没有了，就连俊泰也跟韩星子订婚了。我跟你不是一样吗？我妈妈不想见我，我弟弟跟我闹掰了，我只有一个小舅，还得听你爸的使唤，而你爸爸要处处跟我作对。我不美吗？美啊！我不够性感吗？你很性感。那可是他们为什么只喜欢韩星子，不喜欢我？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眼光。那你喜欢我吗？我喜欢。
丁董。你这么直接，可是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喜欢你呢？感情的事情是需要缘分的。连你也要拒绝我？星子，对不起，何静文现在确实是工作室的老板，但是这件事情呢，我也是不久以前才刚知道的。哎，星子，你听我跟你说啊，是有一个人从网上看到了我的欧若拉 mini， 他跟我说他非常看好薇娅的前景和我的创作理念，说愿意给我投资。